我叫德嘎，是武大郎保护站的巡护员，在可可西里工作了10年了。你好，稍微等一下，咱俩过公路。稍微等一会儿。早上起来，拿着望远镜，你就看，要是有藏羚羊，你就立马要过来保护站，再就堵车。要是不堵车的话，小羊过不去，一直看着他们怎么过。要是不过的话，我们一直等他们过。还有3只，过了，上车可以走了。藏羚羊在那儿。以前的话，我们堵车就打车司机啊、游客呀，他们就不停。现在的话，基本上他们要知道这些事，他们立马就停。哦，那里有好几只。河没过吧？还没过啊！就在河边，小羊挺多的。雨下的大嘛？对。然后那河水变大了，怕那个羊一会儿从那边过的话，那小羊可能有一点危险啊。就是咱们过去看一母羊又保护不了呗。我们一会儿过去看一下。那个水那么大。哦，那个水太大，羊过河的时候就只能看见个头，光头看见的。小羊可能被冲走了，了。过完了，过了。边冲边过着啊，安安全全的过了。这个水应该大得很。这我们人过去的话，可能到这儿。过羊的地方去看吧。走。好了。咱们车线里去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陷了呗，陷了。说实话，海拔4700、4800的、4900的这种地方，相当于你在背上扛着60多公斤的东西在走。在这个状态下，你还在需要干一些体力活的时候，真的很累很苦。我先试一下吧。你试一下。你俩退一下啊。好。来，1、2、3，车没陷的话，我们早就到这了，今天就到不了站上了。我们在这边吃点泡面，就这边好一点吧。是啊，还是感觉到。吃完就出发了。调料也放点啊。调料先不用。那在我们山里泡面吃的，现在都不想吃了。就是那年他们在山里困了15天，后面5天都没饭吃了。我们是第3批救援队，当时他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脸都直接憔悴的，我们都直接心疼的，真的。他每次进山呀，在山里面有多艰苦呀，或者是
他自己有啥回家后，他不会跟我们家里人这些人讲。报喜不报忧呗。对，报喜不报忧。那次我们修山队员都喂不好，你也看见了，就是我也在这这个放都来了5、6年了吧，我也现在胃不舒服，胃还是不行。人家在那个泡面吃的是太多了。但是我们山里就没办法呗，只能就这样吃，就把这个多放点呗。放半个就行了。我们明天要是吃陷进去的话，我们还没吃到。天空响起一首古老的歌，那是妈妈她唱。